开外面吧，开外面26度左右，好像是27左右吧。昨天是那么多温度，这个市场有100多年历史啊。早上6点钟到下午3点钟开。维多利亚市场逛一下。嘿嘿，有意思。狗狗其实它听得懂，就是不是说话而已，但是你说啥它都知道。宠物都这样子的噻。2023年4月19日，2023年9月30日。他们一个商家一个柜子，一个铺子一个柜子嘛，有编号的，有编号。后面就是吃的，前面是吃的。甘蔗很甜。铜钱油。
靠完一个摊位就是这个特种，还有车子开进来，车子开过来。卖菜的那边人更旺。基本上没什么广场，我就慢慢往那个往家那个方向走。那么这种4块，600毫升的4块，4块，在国内是4块钱吧，3块9，3块5吧，4块。也就是贵5倍吧，费方面你贵个5倍差不多。这边就是维多利亚市场，100多年历史，这个主要是菜市场，哇，菜市场占了1/3吧，其他就是卖日杂的。हाँ सुबह सुबह भूख जाओगा इसको去年子的这几天不是在环球中心嘛，搞那个还有玉树的，好热，还在现场烤羊肉串儿，那些东西。你羊肉串儿是免费吃，要排队，还要去扫码那些。全在环球还里面搞走秀，都要搞那些嘛，然后搞水
团里有一些，他们不晓得那边有没有商家，他们那个玉树这些有商家，都有自摆摊摊儿，旁边搞各种舞表演，然后这隔壁子下面就是专门市吃卖鱼、卖虫草啊，卖那些的，热得很，去年子也37、8度吧，40度左右。现在都基本收摊摊了，也搞活动，都是1块钱一包，1块钱一包。3点钟就收摊摊了。我看好像是玉米的嘛，玉米。就收摊摊了。我早上6点钟开，到下午3点钟就关门了。6块、12块、15块，有便宜有贵的。肉估计2块。Very sweet the melon there, very sweet. 上杯什么买的了？ एक जगह टर्मरिक भी दिखा बट दे हैड पैक्स एंड आई वाजंट श्योर做这个东西有点麻烦，比如说你们现在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嘛？你可以问他噻。我在一起，我手把手就给你搞定了噻。现在我没在国内的吧？你本来做视频的，你可以就弄个频道，然后现在很多搬运你的视频的，你可以找他们那个噻。那个他因为国外注重版权，你晓得噻，很注重版权方面，所以我们那种原创的就不存在。你像传福现在慢慢粉丝增加很多，于峰啊、老王，你晓得雅布噻，那个我都认识嘛，每天都在一起，你都晓得噻。他们这几个现在有人晚上都在直播，像老王每天晚上也不是每天晚上嘛，他能够来就来，还有何日的那些。他能够基本在能有条件，他都要直播。他和那个新加坡那个爱舞者乐园呢，他把直播信号、他的直播的密码给他，然后他那边，对他一直播，他有2个人就同时都在直播，
伙子弟在直播上，他把那个信号就转给那个爱舞者那边，爱舞者那边那个频道也在直播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要首先这个软件问题，然后你再买流量，可能每个月多支出也几十块钱吧，一年多几百块钱支出没得好多。但是你如慢慢频道做起来，做好了之后，有流量了之后，赚点美元那些还是比人民币花的多的现在。再拍个维多利亚市场这边，早上6点钟开门，下午3点钟就关门了。这边就爱州市中心。维多利亚市场这边，早上6点钟开门，下午3点钟就关门了。随风将要去何方？哎，斑马群主在直播啊！现在好了，刚刚来了个。哎，反正咋说啊，就说你国外的频道，你慢慢每天都是自己的噻，这个达到他的条件，主要是竖屏，你是竖屏噻，好像要求是达到他那个要求是一个月几千个小时，2000个小时吧，观看时间2000个小时以上，好像浏览量2000万次还是好多，就可以加入他那个合作伙伴计划，然后。你的那个视频就有流量收入噻，但是比国内收入肯定高一些。但是我们那个东西，你晓得跳舞的方面，音乐方面本来那个单价比较低，音乐方面呢，它那个单价很低，但是总比没得好噻。但并且它的相比国内而言，价格要贵很多。你毕竟是美元嘛，我们那边人民币嘛，不能比噻。好凉快这边卖肉的地方。